我啲都冇在哪。就在困了，我冇 edit。等陣，我啲都叫咩啊？我啲都。Damian Lee。笑，我 edit 看要嚟，未必真係困咗咧。會唔會啊？特晚講埋，而家會嘛？我逼嘢乜嘢嘅？未必走去幫住，走去食面。Okay, let's start saying. 誒，哎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來，到底來收聽本來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就留後尾一個話題來講嘅咧，較心事講本秋嘅故事。即係禮拜我講本秋嘅話題嘅朋友嘅了咧，特別嘉賓咧就是講就是毛毛菇，歡迎毛毛菇。大家本朝好。本秋。毛毛菇啦，了旺角有四百九啦。四百九です。了個有小金虎啊。Hello。了個有隻小，歡迎隻小。Hello。OK，這禮拜咧就是可能夠裝啊，冇啊哦。email 了一支公。但係 email 會用啊 ，email 未用啊。係啊，我會用啊。會使用啊。OK，嗱，既然嚟成九成啱夠人啊，咪講本秋嘅。Lucing，我成啊咩？我諗後尾時間講啊。呀，OK，毛毛菇會話講我把本秋過一道本，了特別。OK，咁我學到梅話應該對，我學到學梅話嚟，你梅話你會知咩？意思嘅本秋，幾歲嘅事？23歲，maybe。哇！你是害人撇，還是你撇人？我撇啦！我撇人。哇！行了。actually， maybe 啊個挪過節。阿切，這無水啦，冇有水。probation 到3個月個咧 ，please 啦。哇 ，because 隨意嚟講水啊嘛。哦 ，OK， 那是路靠人，還是人靠路先？人靠啊。咁每一個人點會？哦，安尼看啊，你都有上心哦。冇，我真懷疑，我真懷疑。Oh my god！伊上心個 confuse。即是講伊愛你，這個你愛伊咯，是唔是？對。你是被動，伊是主動啦。哈。如果講安尼話咧，這是見照這個是比較聽啦，這個半減點。你是主動嘅，嗰是條實嘅啦，所以你是條實嘅啦，唔是主動嘅啦。對。所以是挪季節，有你過來本秋啦。對。然後本秋是係咪原應咧？白咯，我係講白 ，sorry 我冇感覺。無感覺是到問稱嘅無感覺咧，個了冇白換嘅無感覺。個了冇感覺，因為我未曉嘅事頭嘅時，我頭一道拍拖。actually 有其實我講本秋啦，我把搬過一道特別冇咩 official 咯，細漢嘅事，即係19歲嘅事，特別。哦，這是講18歲，這是 OK 18歲。23歲其實正 official 嘅本秋啦。
我到大學時有隻查某是夾我嘛，所以我想還是有個 confused 個嘛，所以還是我咪是想講，哦，maybe 我是蘇格伊，我唔是蘇格伊 ，because 我被 you know 我被告訴我伊嘅時間，我是 enjoy 成個隻朋友，然後咧伊就 into 我嘛，所以我咪想講，誒 maybe OK try 看，แล้ว try 下未，แล้ว我咪攞季節嚇，我是到底 Malaysia about 隻季節。即係攞季節係啥意思咪？哦，即是講佢哋是嚇是我被 transaction 嘅 period 嚟啦。啊，我被曉咯，แล้ว我 feel 到正 guilty 是因為我成日害到伊咋，我家己 confusion 啊，害到伊無明白嘛，แล้ว我還是家己個無咪會明白，講安怎甲伊講就，我成日還是我家己無 look out 呢嘛，所以我被。所以我 OK，since 我甲伊 break up 後，我就直頭講。安怎我講我未使講嚟啊！啊，未使講嚟了啊！啊！驚 OK，安尼看啊是安尼看咯 confuse 啊，你害到伊啦。我害到伊咯，所啊，即係store，哦，伊是 straight 呀，哎查某呀係查甫嚇。哦查某誒，呀！Actually 我個白了我無是本手本啊，我可能撇就得，特別係你唔是只係你是成日講 crush 嘅，唔是講只，係你查某嘅事 because 我未 out 噶嘛是 actually 我嘅 date 個伊啊，我家仔講我做必須 because 我就是講我真正 innocent 嘅事啊，因為都冇20幾歲啊，我冇拍拖過，所以我唔使講拍拖嘅感覺是安怎，後面是拍拖，我想是兩人好朋友就是拍拖啊，可能就。因為無成日講你 physical 嘅物件 ，because 我接落來 physically，because 我接落來是 physically attracted to men 嘛，特別我唔敢講咪 suppress 咯 ，suppress 啊，是說when 我會我介意 dating 掉嘅時候，我背後成日講哦近手啊，還是 kiss 啊，下面呢，呢度俾硬硬逼我嘅，所以我 something 我背喎，我感覺到成啊冇咪，我冇成啊安尼只自然呐。但係I feel like 如果你甲伊無 chemistry，whether 伊是查甫查某，你冇是無暑假，like you know，對，你無愛做嘅啦，you know。特別one thing 我想到就是 because 我伊嘅 roommate 嚇，伊 roommate 是隻查某嘛，咧伊嘅 roommate 嘅 boyfriend at that time 啦，before 人教嘅時候是隻阿嬷，咧我看到伊時候我覺 attracted to 伊個 attracted to anyone，我是講 oh my god，試啊，別。即係我明白，成日都看迄個 straight A born 嘅時，都是看到迄個大波查甫。我了解。所以你有介小尖掉啦？小尖有，特別不是小尖，because 我是我 ，I mean 你是 curious 特別無，我唔是成日講 ，Oh my god，我一家 attracted to 伊要見面嘅，係咯。伊就 feel 嚟啦，我無啦，但係我未，我想特別硬，我就哎呦，真係坎坷，特別成日硬，特別看你超，我冇成日 natural 就 natural 小當我教我硬，你見伊你看你，後來你講 natural 你冇去想伊本嚟就，就是真正 against 我 nature 就對啦。所以這是講一句話講解了，佔伊都未硬就對啊啦。未，唔是未硬啊，只頭叫自己個，嗰度嘅冚鏡脆。嗰度嘅冚鏡脆。特別你有 but like attracted to like suka 別嘅查某啊？唔係，我 attracted to 我唔是 attracted to， 我是成日 drawn to 嘅，成我隻水嘅啊，成日頭毛隻長嘅啊，然後我要做佢頭毛。OK。嚇，我原來你 spectrum 咧，我是真係嘅 spectrum 啊。我被成日講，特別好 ，sometimes 我會imagine 啊，我即係唔是講我 act upon it 啊，我會 imagine 啊，成日 transmale 啊 ，transman 啊，所以查甫變查甫嘅查甫啦，
有咧我看到我 attracted 對人喎。哦，OK。I mean 我會 toy with the idea， 那是講我有直接我 fall in love with somebody， 就是打波trans man 啊，嚇，我有可能我會 OK 本啊。就我想啊 ，because 特別伊特別不哈，anyhow 哈，那咯。OK，anyhow 呢，咪是咱也借點嚟講啦，啊，哈，這陣未，啊，別，這陣未，我唔知是唔是朋友嘅事，不，我 because 我，unless 是伊特別 become man 咯，哈，都是世界款式，我係世界嘅打波誒 quality 啊，哈，特別那是我再講伊無咕咕叫，係本唔要緊，那是講我 fall in love with 啲啊。但你講18、9歲嘅事呢？18、9歲，我而家是打波誒。係你打波嚟啦。頭一個是我是講 crush 嘅嘛，頭一個是伊教我只好，還是想個講，還是我是17歲哦，還是伊本。伊唔是講 confuse， 伊是成日講，伊還是有未找到查某朋友個，伊是100% straight 嘅。แล้ว伊還是17歲嘅時候，伊個阿妹成日講，就拄到查某啊，什麼鬼事？แล้ว變做我甲伊做只時候，伊就變一隻 caring 一隻狗娃嘅咋，一隻隻狗娃，แล้ว變做 feel 到，哎呦，真冧嘅咋，成個隻 sweet 嘅嚇呐。So 我都成日 almost fall for you because of that 咯。然後 then 伊隨條 girlfriend 咧就撇我。哦。想咯 ，OK。แล้ว還是我只想特別伊唔知頭唔知尾啦。แล้ว伊個是伊隨來啊，這數伊唔是講我冇插嘅，還是我冇，我就講我只 denial 啦嘛。我冇想講到底是拍拖是唔是拍拖嘅，我是想講哦，伊呢伊成日講我只識，咧伊個直接講我講，我特咩嚇，我特別 phone 啊，我梗係困嘅啊。แล้ว伊特咩特別講我個 phone 我講困難就。แล้ววางจะพักคอแต่ว่าพักคอจะกูสมองพักคอมีกัน唔是講พัก拖人พักคอ嘅物件，我是實在講笑嘅物件咋。แล้ว特別伊特咩就掉ไปโฟมอีวันนี้จะ1 minute 滿好就โฟมกับ我講過嚟，所以咪是唔是做路？伊是唔是做路成日講哇你先跳起行起嘛？誒伊教我講，你係你知唔知你是我best friend 啊？我是隔了我 friend 啊，你是第close 嘅 buddy 嘅。咁我講OK，我係時都冇想講有 close friend 嘛 friend 嗰時 friend 嘅，即係伊就做緊嗰時候，我講OK nice，你係時話唔是成日講成日較親咯，較親者啊 OK bye，出條 girlfriend 啦，安尼咯。伊本手嘅 method 咧，就是成講一頭冇放我一頭先。我 confuse 啊，即係特咩 phone 啊，紅險，無了我 phone 呢事啊，無聽我電話，什麼很啊？Maybe 伊本是啫咩？伊咪 bisexual 還是 confuse 啊 ？I don't think so 啦，我當佢 I don't think so， 我白嘢咧就我 still got friends until today， but I don't， 伊是你即係往時伊 period 還是伊會成日 express 伊嘅 care 啊，特別伊個阿未教伊嘅。伊個無伊 female 嘅 target 個，所以成日 transfer 伊 attention to 伊個 girlfriend 度啊，特別伊無 physically 成日講 attracted 度啊，另外一間呢度，伊特別after 伊啦，你我就說 after 一間呢，我咪是往時我個捌到另外一間啊嘛，另外一間嗰時嗰隻引導嘅就係少你 sports team 嘅 coach， 唔是 coach， 伊嘅 captain 啊就，แล้ว伊嗰隻引導成佢嗰隻水就，แล้ว嗰是 prefect 嚟啊，แล้ว伊每時人看隻個，我就伊到底愛答咩？我到當做乜啊？我有啥 extracurricular 物件事啊？伊嘅在我對處嘅啊 ，from 愛答。Oh shit，OK。แล้ว我當時都愛答嘅嘛。所以我就伊就只了 ，OK 了。我頭嘅時啦，唔是講，我頭時我就成日用伊嚟成日講，會看另外other one 看就講我等緊就隻人，特別 actually 啲人都冇插笑。我自己講嘅啦，了是
有時攰，有時我到無插嘢啲攰，有時我到變做甲伊較練咯。你伊下咧我到捌嘅減到有蝦米攰啦。我無 OK，有蝦米攰本是真 innocent 嘅啦。我捌伊甲我捌 kiss 過就啲名稱而已。係地字叫啊？地字橋，地字橋啊！actually 伊叫我嘅嚇，要死咪，老闆今次是最啊 ，please，我到底想 big 嘢事。哦，好少啊，係。特別係，แล้ว伊叫我一個，伊是嚟 kiss 我一個，係咪事？係咪事？我個另外啲 friend 特啲 room 會個咋，特啲一群頭卡啦，特別伊走嚟接我。就嘢 room，伊嘢 room 嘛。我係處，特啲我係處，แล้ว我用晒 friend 啊嘛，我用晒 friend 咧，伊晒 friend 做隻特別做隻特別伊咧度教我佢名稱。แล้ว另外一個 friend 度คุณ頭卡，แล้ว你知嘛？แล้วฮัสกี้後我就頭一擺正 feel 到正 chemistry， 正成個講心跳跳嘅嗰啲 excitement 啊！係你我 man 用冚鏡錘啊你！特別係我講聽 the only sad thing 時候，我自己 internal homophobia 嚇 push him away 咯。嚇？做咩事？我唔敢，我自己驚 ，Oh my god， 我 attracted to you 咋，然後變做成個講，要俾得買啊，我俾得買啊，係咯。然後我成日變做成個。當伊成個 normal 嘅朋友咧，無定當我講我只 sweet 就我人讀冊時來我出讀冊啊，แล้ว伊只有到讀卡而，แล้ว我只有讀卡我頭係到啲 shoulder 而。有個地邊嘅咧啦。嚇！伊有當時我諗話你看呢，特別我只 innocent 嘅啦，是講我是講 actually 我特別到啲 room 嚟做只讀冊嘅時候，我愛做下面不如做嘅是講無聊啦 innocent 講。伊無幫你姑姑咩？無，我姑姑攞你梳頭梳幾哪裡？無當掉，我無跟你講我 totally 只把幫佢，我當佢咪啱嘅咯。你會是 conservative 嘅款咧？啊，咧我真係 one thing， 我真 lack of self-confidence 嚟到 dating。I mean during dating 嘅時，because 你就我只借我 deal 只物件，我只20幾歲啊，我個無你個未 come out 嗰時哦，我23歲時我 come out 嘛。After 我啲你就冇嗰時，so the whole time 啊，我就冇 confident 嘅嘛。because 我都唔知我嘅件事，我就唔知我嘅件事 enjoy 嘛掉。So by the time even though 我 come out 本好後，我就冇 confident 嘅，我唔使講就冇人愛我嘅，我只是 always 很小嘅。你我覺得是病話，我覺得我冇人熟嘅話 ，because 我冇上嘅人啊 ，because 我是 Asian 啊。安尼好咯啦，特別本超咧，我是冇講只物本超過啦，但係咱講本超嘅事，嚟毛毛哥講。對，冇，咱聊下成交講。哦，成交講成隻生肖啊，隻小嚇。誒，我講。嚇，別使講。我講，我以來是聽呢嚇，我以來聽呢。哦，做咩做 YouTube 冇辦下？我冇辦 YouTube 咩？冇，我 YouTube 用個接到佢 Skype。哦 ，OK，嚟下邊見聽。But anyway， 我冇 break up 誒 ，sorry 啦。哦，你甲你翁是上一個啊，頭一個啊。一個呢？哦，甲我上啊咯，I mean，我個別你奇奇塔塔啦，是講只 official 我 out 了 dating 嘅調 gender 了係是一個呢。我 ball and down。啊，你甲我上。你為咗一支手掌燒幾個張哥？我冇燒啊，是講我是支手呢。你是冇燒，你啲 desert 用嘅一個 coconut tree 呢？我冇燒啊，愛兩個燒到啲身邊，愛來是來，是講我門冇開，我鎖掉咗。OK， 嚟講，等我咪隻小。講下。隻小你見到頭先打半超哦。我只 expert 嚟嘅，原因我嚟講，你講，第一道咪是
定知道啊，我咪講 father 咯對冇？哈對。啊，所以個意思我講啊 father 嗰啲 case，我見住半球。Oh yeah。係啦，แล้วรูปปุ่น係ญี่ปุ่นฮะรูปปุ่น係ญี่ปุ่น冇關係㗎你講個數冇關係啦冇關係啦，是接落嚟冇喎呢 problem 啦 problem 出嚟啦，แล้วไปสออีกับว่า講咯，แล้ว but ว่า是 I mean ว่า intention 是講成個เรา problem เรา bring 隻 problem 出嚟แล้วเราไปrepair it มาแล้ว but ว่า girlfriend อีใหม่ I mean ว่า ex อ่ะอีใหม่อีกำกับ講冇啱แล้วอะไรของโน้ but ว่ากับว่า ex 個數是真係 long 嘅啦，就 long story 嘅啦。要我聽嚟講嚇？我聽。哎呦，死啊！唔知要聽咧，聽我就係聽。呢度半呢唔要緊啦。OK 啦。特別我買鞋料啦，你自己講啦，買鞋料。嚇？我買鞋料啦，你自己 decide。OK 啦。我你咪講，你咪講緊啦。stories and 咧啦。so 因為so far 我見過幾日本啦，แล้ว我所以在這裡本球我是真係算 expert 啦，算 expert 啦。隻小啊，你買件嘅話你吹。OK， 我驚聽冇。so OK so 我個位 X 往時多這裡 activity 八嘅。往時成 diploma 嚟看咯 ，diploma 係是往到讀冊係往八了嘅，八了 so 迄陣係是我到被，I mean 我被對咗咯，被扣伊啊嘛，了扣伊了，迄陣往10幾歲呢，個10歲呢。講久啊？冇，個 story 冇。哦，冇了 ，sorry continue。我 story 就 exact 就 interesting 嘅，了 so after that 就扣伊咯，扣伊了 ，but 我扣冇 so reject 我咯。reject 我了 after that 我就 go for another 啦，我另外就嚟找我朋友咯，我個我另外就嚟 X 啦，另外就嚟 X， แล้ว伊就我就計行了4年嚟看，แล้ว往到 university 往到半了咯，半了後尾我係 X 就我I mean 哇死啊，多謝你 X， 等陣 A B C。OK A 冇啦，你行個 B 過啊，個行 C。OK sorry OK 我 so OK 就 start 咧我是要靠 A， แล้ว A 靠冇靠冇後尾我到3、4個月之後我到個 B 行了B 個 A 八了唔捌咧，แล้ว我個 B 行我個 B 行了4年嚟看，แล้วafter that 我到個 B 半咗咯，係咪是半咧？B 個係咗半正。OK， 哇，個最近咧，我俾你講B 成功 B 人一半，係咪數個人咗一半？So B 嘅事咧是因為我本是法國本啦。你自己記人先。唔是因為我是I mean 我嘅 temper 本嚟好，佢就咪是，所以我個 B 咧就但是有小命本嚟，啲小命，แล้ว after that 我有命，แล้ว我感覺就第一了就對隻 relationship 我前嘅就第一了，所以有一道咧好 B 啦，又同我講誒，你會使載我去somewhere 啦，แล้ว我佢講我冇應，แล้ว你係講無你叫一個大婆在去啦。I mean somehow like group mate 啦 assignment 嘅 mate 嚟看啦，แล้ว在แล้ว後尾我 I mean 這個大婆就對我 B 咯，แล้ว我 B put fall in love 跟這個because 冇出交意思嘛，對，แล้ว後尾我就後尾我有帶起來是 B 又問我講你感覺我個女有係咪 future 係咪有，แล้ว我就同 B 講我感覺冇 future，แล้ว after that 我就搬咗咯。冇了，以前都係大部分人看 mutually 啊。你冇嘢是咪咯？伊問我，แล้ว我頭佢講，我感覺講黃埔 match 啦，黃埔啱。伊就咪是我本是法國啦，I mean 法國意思係咩講？你是法國意思係咩 ？explain 下。自己法啊？
不，唔是啦，我啦應該是我，安怎講下？一個我 temper 我 temper，一個我 B 咧，伊是真正屬甲我，I mean 有甲我，伊是真正伊是甲念啦。你水款啊，你個水啦，就是你個一個我迄陣咪是我比較被 freedom 嘛，所以我感覺講伊是白絲我感覺講伊甲白話，所以我就甲我有甲講咯，然後尾我搬了。半久了之後，我成日個12月搬啦，12月搬咗嗬，伊2禮拜過後，伊就甲喺你大步行了咯。然後係啊，你知啦，一個安尼款嘅 moment 嚇，你 break up 咧嗬 ，break up 有一個 stage，所以第一個 stage 嗬，你被 accept 嘅 answer，所以你會感覺真係 depressed，你會感覺 everything blame yourself 安尼款咯，安尼款，我譬如講。迄陣咪是，後尾我一看呢，我看到伊家己大步行了喎，我就未笑，哎呦我未笑，我陣咪因為去到第二個 stage 時，就是迄種你 depress 過後，你 emo 過後咧，第三個 stage 伊就是迄種 who have a better life 啊，你就是看，你就是compete了，喊名甲有 better life。啊，未怪啦，是上個位係你咯，上個位第二個你看咯，我被 show off 喺看嘛，但係特別冇插手啊。然後我就掉了啊，我就掉一邊抗議了啊。你特別吹絲。冇，然後後尾迄陣咪是我 break 嘅時啦，我是honestly 是講是冇啦，honestly 是講我講嘅，嚇不，I mean 我是講 break 嘅啦 ，but 你知啦，迄陣咪是成日你 break 啊，就係冇關係嘛，你行了4年，好像伊無地了，你個一個別嚟大步行了，哇，冇關係，迄陣咪是我真 emo 咗，我12月去搬啊，12月15號 Christmas，แล้ว1月我生日，1月 anniversary， 2月伊生日，2月 at Valentine Day sport，哇，咁啦，特你笑啊，一個針你哋吐你先嘛，就講冇咯。Siapa sangat John Mayer kuat. Nobody wants to be alone for Valentine's Day. แล้ว after that after that 就 OK 了，after that 我就成 continue my life 啦 ，move on 咯 ，move on เนี่ย就วาง就有找成 Facebook 啊，成 like 去安款，然後就我就甲 A reconnect 就對了。個 B 個 next 對，個 A，OK，靠冇掉個 A reconnect 就對了，所以我 reconnect 就對了，就有 chatting 咯 ，chatting 啊 A 就講 OK 啦，向我講 OK 啱了，我甲 A 行咯，我就甲 A 行。你是幾年後啊？4個年啊，啊對咯，我 initial 嚟對。agak cini ni hon lah cini I mean initially 啦 from 你頭一刀會靠嘅時啦，成個過年後可能啦。6年後啦，5年後。而家個 B 個拍拖過啊嘛，一陣。6年後啦，所以6年後我就甲伊行咯，行了 after that 我就行了一個月了，你就有了I mean 一個I mean A 啦嚇 A 伊就甲我講，伊感覺講伊個 enjoy。single life，so 就個再 break 咯 ，OK 啦 ，I not mind 啦，先一個月啊嘛，แล้ว you have the I mean 像you the right to break up 嘅嘛，因為按照講本是拍拖啊嘛 ，and then in relationship 啦，就唔係講 married 啊面 ，so after that 話到 after that 過了 break up 過咗2-3個月，可能 A 有吹咗對話 ，I mean 伊成有佢嘅 intention 想講俾。continue 到對，แล้วไปจำเป็นสิว่าตัวใหม่แล้วโลเอกว่าไปขี่จองกอกน้ำมาไปขี่ไชน่าแล้ว做工係做so ว่าตัว give up โล give up係你 give 即係我冇計แบบนั้นแล้วว่าตัวขี่ไชน่าแล้วว่าขี่ชิ้นนี้ก็เอาแล้วไปว่าตัวตุ้ยไหนแล้วว่าตัวก็จะกับ A reconnect ตัวตุ้ยด้วยใจโบกี่年都去中國幾年จะกอบชิ้นนี้เนี่ยละนี่ปัวเนี่ยคนเนี่ยละ OK แล้วว่าตุ้ยนายสิว่าตัวกับ A ก็จะ reconnect ตัวตุ้ยเนาะแล้ว I mean A อยู่กับว่า confess 啦กำกับ講成 after that ปูเนี่ยกำกับ講อีกสิภาษา咧กำกับ講อีกสิสุขว่าไม่寫等咗就寫 Facebook 啊
บ่一下咪即係 WhatsApp อันนั้นแล้ว after that ว่าดูกับafter that เขาว่า有計講埋 English 就咪是ว่า有 intention 感覺講ว่าไอ้ตัวนี้中國แล้ว after that แล้ว after that 啦 after that ว่าตัว after that โอเค冇咧เอาไป冇ตัวว่าตัว decide 留落嚟แล้วว่าดูกับ個仔行咯行แล้ว個仔行甲一年就是到甲第一個月第一個月แล้ว伊就跟我講伊感覺講伊感覺講伊 love me not enough 啦แล้ว伊感覺講伊個 enjoy single life แล้ววาง到個仔本手咯อันนั้น譬如講แล้วแบบเหตุผลช่วยสิว่าตัวจริงว่าจะ set 啦因為อันนั้น講下其實因為我行過幾哪裡半年嘅แล้วแบบ想講我感覺講是點先講你要 commit the future 啦嘛 so 我個意見係我是真係 commit future I mean 想講我會買厝啊แล้วจะ serious 有係 planning 講she will be the last one 啊，你看呐 ，the last one the right one 啊，แล้ว so 你就 confident 啊，你自己。我即係 all the while 我有 problem， 因為我嘅 lifestyle 冇係咪像嘅。But I'm trying very hard to 想去過伊。安怎冇想你 lifestyle 是？因為想講我係因為我 life 是較 free。I mean 我是個 free 啦，แล้ว伊就加上個伊加 focus on 伊 job 咯，แล้ว對我嚟講是我是 more focus on my life my quality of life，แล้ว伊個 is more focus on 伊 job，變咗講實在是往是兩禮拜dating 到，แล้ว往 dating 嘅時本好往無，แล้ว伊本無想個去普通嘅查某向去 shopping 啊，咩嚟講咯，即係比較往嘅 topic 啊，是較少。But 我哋話我是 trying hard，盡量 hard，成日講我 try my best 啊 ，to be a good guy 咯，แล้ว try my best to commit her 啦 everything。So but 我談到嘅物件就是講，唔是我愛咯，แล้ว but 即係人講有半年是好啦，因為先你早就感覺冇啱แล้ว你做咩算嘅掉咧？你做咩算嘅掉咧？ Because 我感覺講，因為但是講，因為我有過佢那類 relationship 啊嘛，所以我感覺講，但是講，未使因為講浪無啱，了浪到成咪半對，一款我是感覺講，成講，但是無啱是講，人未去repair 啊，你要去 work out on 係咪 problem， 了白 find a mutual agreement， 了成個一個寫一個一個 optimal point 啊，然後一個寫白本是 suitable 嘅一個 communication way 啦。So all the while 我是真係 patient on the relationship 了，我本有 bring 伊去 meet my parents，แล้ว伊本有 bring 我去 meet 自己 parents，แล้ว伊本有 commit 真係物件，想講伊講阿擺wedding propose 是要安怎แล้ว even 我想我有買厝係咪啦，แล้ว我有出去看呢看咯 although 是年幾年啦 but I mean 我 commit 落去是真係濟啦 so after that 往半嘅時後我有去一個 trip 嘅，แล้ว我去一個 trip 後係 problem 就更加 obvious 了，因為你去一個 trip 嘅時候，攏couple 白白是攏就係講攏會真係 problem 做到落了嘛。Because 攏無平時攏 already 攏無做隻大事啦，是講做隻出意嘅意思啊。對 so 你嘅 problem 就係 obvious 咯。แล้ว after that 往 trip 對嚟了，我有 voice out 啲 problem，but 我 voice out 我 intention 是講。I need to fix it 啦 to work out on it 嘛，แล้วแบบ伊甲我講伊被 break 啦，แล้ว so that 伊講我被 break 咧，哎喲我心肝疼咧，有時我真 emo 咗，แล้ว我吹無人啦嘛，邊咧，แล้ว我就 call 學堂咯，แล้ว我就講學堂啊，你使我出嚟，แล้ว我阿妹去食早餐咧，แล้ว你是學堂是做緊事冇 call 啊。
嚇，你冇講，啊，你唔捌路個？最近嘅 face 啊，學堂咩？學堂係你是定當時做鋼絲擺嗬？對，做鋼筆嘅，但了我就話幫我直接參了出來嘛，所以我有隨意你看計講啊，了安尼看咯，了但即道是較上啦，因為 previously 咧我是無蝦米發曬，因為我講咪無濟嘛，了即道我講咪，咱講咪濟唔是講咱咱累講咪濟，還是咱蝦米講咪濟，咱是因為咱係心嘛，咱是講並非咱成。我感覺講有時she is the right one, she is the last one. So 我真係咧一步講咩話，所以變成講我是真係，我感覺講 this relationship 是咁 mature 嘅 ，in a mature way 啦。But end up break up อันนี้ครับend up break up 咯แล้วอันนี้แล้วเขาแล้ว做ว่า做กันแล้ว啦 but I try my best แล้ว啦我已經 try my best แล้ว一般嘅時間真係日本寫下都係成日講。寫話咯 WhatsApp 話啦，แล้ว WhatsApp 話แล้ว一般是 efficient 啦，WhatsApp 話佢เอาแล้ว佢半年前嘅話呢 Instagram 話佢อี成個แล้ว報個แล้ว嘅。哇！全部咯，係所講但是啊，佢是就上本嘅呢啊，冇啦，我冇接啦。啊，你冇食到一鬼個哈？哎嘛，喂，毛毛菇買每日都看物件啦，喲，毛毛菇。broadcast 就。This is part of the relationship. 別使啦，把 look up break 呢，別使講你快講嘅。OK，當然每日啲毛毛菇啊，你係，我真會話。我俾佢你知佢得一隻龜嘛。我冇我食蕉誒。แล้ว喂，等陣你講下你頭毛毛菇本超。會啦，個豬個小劍虎個。OK，等陣我會唔會隻小，你當劍燒個上個，I mean 我呢當劍不如。上個啦 ，I mean 但是我 try to find distraction 啦，所以我直接講出來啊，我直接講我講出來，然後但是我去 gym workout咯，但係就去 gym。直接嚟看咯，但係所以學你買我電話，我入4點鐘會講數你嚇。你下尾出人講話時係一直就不受應嘅嘛？呢度是冇隻腔呢對嘅，你講嘅。冇啦，但是成個 break up 了，我唔知啦，個人有個人嘅 method 啦 ，but 我嘅 method 就是 I need a listener 咯。但是因為 break up 了 ，advisor 已經冇重要了嘅，因為你已經被 advice 半行了嘅，是咁樣講，你個 listener 了 share the story。你等陣咪成講你個係情人聽，你講下你成個俾人聽，你講嘅話係咩？你講上嘅話。對啦，咪成日講，對啦，成日講，咪個人講I already did my best, but the result that I take is not I want 咯，對冇？แล้ว唔知啦，我講就一條去了啦，所以我同你講嘅是這個有淡薄 comedy 淡薄了咯。我頭前講嘅是冇 comedy 嘅啦，是考了講啊，了後就是emo了講嘅。趣味本啊，趣味啊，叫啊。冇變啦，我唔知，我食一刀了嘅，幾刀咧嚇？應該3刀？萬一4個刀個應該。同埋你講嘅咧快，你冇我今日聽到 ABC 了啊？哦 ，ABC 嘅人，哦對 ，AB， 唔係 C 咩？冇，哦 ，OK 啦，我跟你講就係 C 嘅啦 ，C 嘅是冇。我本是舊本嘛，我到 high school 嘅時我就拍拖了，所以我就夾一個拍拖咯。拍拖半年嘅款啊，一個查甫，然後我佢拍拖咧，嗬。阿 John 啊，你就未試啊？
John 你愛叫佢講㗎了咩？但係 disclose 㗎啦，伊 potential girlfriend 未來哦。冇啊人，但係人想伊是 player 嚟啊。冇人聽到伊呢switch 過人家，แล้วไป對調來啊，佢哋我俾填 form 啊，邊咧學緊.com/介紹。我咪係我邊咧，我 profile 俾咗外形嘅冇人知啦。你看到咯，你看到咯。冇啦，I mean 我唔是隻 player 本啦，but 你都冇聲，你講你告訴都冇聲啊，你唔是 player。唔是，我表人講，哇，你直接玩炒波朋友，誒，我 every relationship 哈，我是真係 serious 嘅，OK，但是你知啦，真係本地。所以我講事嘅時，事咧是我媽逼我搬嘅，哎喲！哦，誒佢你知啦，往 high school 嘅時，往我等話個半行大嚟自己啊嘛，你往到有 message 嚟講咯，你後尾學我媽發現咗，我媽直頭到喺邊且，佢講你 call 佢隔離集我講，你俾半超係講咯。哦，了，開始你幾歲？17歲啊，17歲，19歲。就落去。哦。養滿啊，你嘛是咪你拍拖？你嘛是拍逼你是咪見你拍拖啊？無心拍車啊？對，你我17歲覺得夾住你極死。哦，你們是係咪本啊？你們是唔是講 player 啦？特別你們是就 open to the idea 咯。對啦，我感覺講，這裡是一個真正。你看法，你別講啦嘛。對，你人嘅看法咯，我看你對這個世界啊，你較驚心過驚錢咯。你看成個你嘅生活較要緊嘅唔是成個講 achievement 啊，你嘅生活是 experience 我看你。對啦，這但是有你 live once 嘛，了你但是就是吹啊 ，but after that 真係是唔知啦，過嚟這裡過後真係是要好好去想講自己愛係咩咯。真係這裡好玩 learn a lot。你 learn a lot 時候，那是伊個查甫有幾日到直直放啊，你就唔放小車啊。唔是，因為但是想講唔知啦。特別未講嘅啦，未講嘅啦。未講嘅。你話是你放入去啊？你想講穩放嘅，咪是會無嘅。對啦，了好嘅就係講無講到後邊夠癮啊，係咪咧？夾無去咯。是只有所以係要好好去。你叫我無暑假直搬嘅，真大一嘅咧。係啦。食第一嚟了，安尼款咯。哎呀，同學這是人嘅啦，無暑假就無暑假咧啦，別講下面啊，你別 force 嘛。對本是講聽，是本是聽，是講你想起來本是，但是伊賣誒心都無啊，你收伊人本無法度啊，對唔對啊？對啦，所以聽伊是一個 period 啦，你係個 period，我就是無暑假係個 period 咯，成日搬過後係個 period 啦。你對嘅是本爽啦，你搬嘅是國家爽，你就係你 period， 你就別去想辦法去 solve 咯。聽本啊，實嘅是聽啦，然後後尾咪你慢慢講咯，你自己別去 come back to 你 back on track 啊嘛，你 life 你就別 move on 啊嘛。人哋講 move on， 又講索了，你講。我先你知啦 ，rationally 你知是講。就係是講，但是你咁本就會食，sometimes 會這樣食這年嘅嗬。你成個 trigger 嘅，你往時成個看到伊啊，還是想到係咪物件是一個對嚟就對伊嘅咧。往時你別記 distracted 咧，好像看到伊小影啊 Facebook 嘅上面，咧是想到。對啦，你這邊應該係線嘅，你知，你變咗講。Everywhere 就是 memory 㗎了。邊個係 A， 邊個係 B， 邊個係 C 呢？對 ，everywhere memory 嘅。了，哎呀，你別去想辦法去想啊，辦咯 ，take time 啦。distraction 是真 important 啦。我問一個咧，蕭劍好嚇。Hello。你本手嘅經驗。
我無成日食燒呢好了。所以你把本手頭一道本手是怎樣？人撇你還是你撇人？較水啦，不過應該是我撇人。不要緊嘅，並唔是水嘛，是味都無法度嘛。你撇人是我會再講你 technique method 安怎？當今只係人少年機啊 Facebook 啊 WhatsApp 啊，香港嘅話啥佢你較硬嘅咋？你要當面講嘅話，啥只坎坷？免當面對，是講轉，是講我較屬較當面講嘅，因為我感覺一個 respect 嘛。你對人嘅事，我 agree 了，你對人對人講了，你賣人嘅事。respect 你賣人嘅事，你就 WhatsApp 咁講，OK 啦 ，we break up 安尼款，我感覺真冇 respect，我真冇識安尼款。我感覺啦，這是個人嘛，個人。OK 來，講。冇啦，嗱，是講你俾個人半，你唔是 rasa，你唔是 rasa 用 WhatsApp 嘅應啊？有啦，你叫就 slap 嘛。有 slap。OK，嚟到對每到對一個小老狗 ，MC 小劍虎。這是有影嘅，其實到個經濟我不感覺到有淡薄驚講會掉 slap 啊，應該其實我嘅故事無真古怪啦，我是古早讀冊是嘅，讀大學嘅是，捌掉，捌掉嘅，了我人是朋友爾，了後尾時I mean 真 close 朋友啦，了後尾時我是去出國讀冊，了伊就到這邊讀，了我不唔知安怎 ，maybe 多 chat 講話 long distance 是有講到講maybe I start 行還是安怎，我唔未記講正是安怎 start 咧。所以什麼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呢？淡薄頭是 definitely 是 long distance 咧，แล้ว特別問題是伊個有 start 無 start 是無 black and white 嘅。所以真正嚇 confusing， 所以別問題是講迄個查某都當作是有 start 咯，serious 咯。所以แล้ว我這邊是 maybe 頭有 start。But because long distance, it fade去. Yeah, over time, then after that, 過咗幾年，我未記落久啊。then 我吹到 ，because 我未記落久。你搬咗未？還是搬咗未？未，都是講。then 我拄到一間人，我拄到另外一間。OK，來啊！then hang up your stories 就買嚟。hang up After that 是我拄到另外一間。你long distance 個還是？嚇 ？long distance 大概幾年？2年啊？我本未記啊 ，maybe 一年2年啊。應該就是 because 無學白。because 有 blur 就你唔知幾時 key 啦，係呐。嚇，我本未曉 because 頭一道拍拖。So anyway แล้วafter 我拄到我這是我無當見嘛。แล้วthen the news 傳出去嘅時 ，then 這邊嘅人嘛 start to 講 question 咯，แล้ว講咯 question แล้ว我聽到是講伊到這邊是真正 call， แล้ว我有 call 伊啊，我甲伊講 ，then 我個 realize 講伊其實是真 serious 啊 ，then but 我 try my best to 甲伊講 sorry and everything 啦， but 我 feel 到我有害到伊 ，so until today 我本 actually 但部 rasa 心居冇咩去㗎。對不有安尼款，我當見甲伊是講無蝦米拄着啦，是 but still 有迄個。你行8-3人，佢哋咩驚講會敗路啦。嚇，對。你佢哋驚佢俾條領佢對時，日日惡切掂路。這是有影，這是。了巴魯伊，小健好，巴魯伊查某本有安怎？本是 relationship 還是 single？我無咩清楚。OK 啦。你
你boss 知唔知？你特別去計盤超時，你 boss 知唔知？I mean 你定第二個 friend 哦。你知。你個 friend 是啊是到一邊啦，所以你 relationship 較冇你 complex 啊。你下時你rasa，你驚你打攞隻轉你下時。有一時哦，有 short period of time 是安尼款嘅 problem 應該是。But for 我嘅 side 是冇 feel 到蝦米物件 because already I mean 我冇 feel 到講我是打了攞隻轉 because 你個頭一隻轉係你個你不老掉慢啊My God！你個不老掉慢頭一隻轉啊！你個不老掉慢嘅時，你是一年看到多幾擺？Maybe 一擺哦。哦。因為你頂擺讀冊無累對來嘛，แล้ว冇 holiday 嘛，所以真正對來 maybe ใน款。แล้วพวกเราระดังหลายอ่ะสิ我見嘅喎，條晚搞得咁上次你 call 我，OK。พวกเราระดังหลายอ่ะสิก็โอเคความถึงโชว์อ่ะจ้าโอเคแล้ว冇不老不很掂嘅啦。冇。แล้วรู้สึกจะสิพักทอกไปจะแบบจะเลยปวนหันน่ะจะเลยปวน maybe 啦 but 我 for 我嘅 side 是我唔知其實 start แล้ว anyway 真快就成個消去แล้ว我冇蝦米 feel 到講是 committed 一個 relationship 安尼款啦 but 問題是講 on the other side 是另外一個 story 啊你有成個拍啊 OK Blurry 我係叫我甲 Bruce 拍拖時我有講嘅我講難問咱教 because 我較大漢乜嘢特別你幾歲啊你甲拍拖你甲不老不很癲嘅不你甲不老刁蠻嘅時其實幾歲啊是咯你講讀冊掉嗎maybe 20我唔知OK 差唔多 so แล้ว你甲不老的人嘅時入3-4歲呢？你入4歲，maybe。所以我每時我甲 Bruce 拍拖嘅時，每時入4歲啦，是話我 feel 到 maybe 有較 mature 就唔會所以我講就是甲你要 commit 嘅時候 ，because 咱當緊 dating 是 test water 咯，I mean 我 enjoy 我 OK 啦嗬，特別還是往時講，還是咱是冇講只 commit 個啦，伊講。我唔係唔是講 I love you 是你是暑假 enjoy 一下的呢，特別你 in case 個除咗別人嘅事，你可以使有 right to 啥 withdraw 啊。แล้ว我講當特別講咯，我講係 when you feel 到 committed 嘅時候，你特別講看，แล้ว嚟 test 看 the other one committed，我咪 always on the same page 啊，我講。當我哋拼咯。I mean 頭先 of course 冇啦，不然台灣冇啦。未險แล้วโอเคได้นูเก่าเองกันมา所以我企喺在個ส่วน咗啦嘛不老的當แล้ว我ไม่聽嗰個隻白蘭果呀嗰個一個花是出來一朵花我很低你是咩你看OK 我看 video 嘅應該我啲下兒咁啊 OK แล้วรู้咧รู้講你冇咩告訴講冇啦，嗰一個行 boyfriend 一個呢，是第一個是我嘅 husband 嗰邊。馬來西亞還是到底？冇到 US， 我只換個嚟 start dating 啊。佢我個人講，阿姑我只細漢11歲12歲嘅呢，是導人對啊嘅咋。嚟有搭膊對比，所以我有高嘛，我高大我4歲，所以嚟 school friend 啊，even younger 是 still 大我幾歲啦。所以嚟。So 佢只，you know 嚟on the 嚟你一on 佢只計啦，我就 telephone 嚟咗，有 phone 嚟，你你 feel 到陣時，你是在個樣對路啦，在啦呀，因為細漢都特別冇咩 interested 啦，我陣時就要去呢，有11、12，แล้ว
冇咩 interest 啊，講話爽嘅啦，呢是啊咗10個去點下有攞傾答播對話，呢是that time 我沒話嘛，我講maybe I should start dating 我咪我係要 date 哦，有人拍拖啦嚇，呢是你講都暑假啦，我上線佬誒，直頭冇拍拖，直頭買啊！直頭買 reverse psychology 㗎你你咪搞，直頭講啊，你使直頭乜仔去。你做咩事買咧？你又唔是 not into them 啦 ，not really into 伊人啊，如果 really into 伊嚟，咁未必嚟。你就去嚟驚人嘅啫，意思講。too much work。แล้ว所以都唔使啦，because 人是冇上人啊。แล้ว佢係阿作經，特別你是講被經 one of the two 啊嚇？依人我叫啲對話係食唔得啦。你不要攞去做只 edit。哎呦，你成日你 bachelorette 呢啦，你過嚟講攞你做只經啊啦，你係講話做咗談 rose。哎呦，咩啊？冇啦，冇數計，你俾自己腳花去。小嘴干，咯阿妹是愛去ทำไม啊？我係 coach 啊，那是我自習一去嘅嘅男拍拖，然後我教我嘅 boyfriend 有行3-4年，我這個冇咩serious 嘅啦 ，because I think because 我人冇咩啱，我人啱嘅會咧是這個嚟讀冊啊。intellectual okay. 我 interest 冇咩相嘅，like 藝術家歌冇㗎，and like you know music taste 冇相，แล้ว係咩intellectual 我能啱 ，because 我能在 university 嘛讀，so 讀冊。你讀到嚟做對讀？我讀 Philadelphia 讀。OK，當然讀 Philly 嘅時候。嚇，แล้วlike 我諗讀冇相，我讀 engineering 讀computer science， but push each other 啦，like 讀冊，但是after that 成畢業一個大我之後，แล้ว我們有 like push 嚟做工 career 呢啲啊，แล้ว冇 push 我 after，แล้ว特別講嚟講去，哎呀，啱冇 necessarily。嚇！because 成日你講嘅咧，成個 chemistry 冇咩有嘅咧，都成日你講你 friend， 女 friend 你係你就揾你哋嘅，知冇？嚇！冇 chemistry 成個我 friend 佢我 Malaysian 嘅 friend 啦，我特拜六嚟叫 hang out 嘅咋，即係未嗱住家啦，係咪？我 boyfriend 是冇差咩？伊朋友是伊嘅朋友，我朋友是我朋友嘅，所以冇差咩？แล้ว其他嗰啲姑我唔係 meet 到 parents，even though parents 冇嗰日去呢，parents 話是所以嚟。你冇咩插？你插喎？你成個我舊但冇寫嚟奇怪咯嚟。You know, if you serious, then you that you at least introduce the parents 嘛掉，就未講大家知。我係買得別啦，我所謂買得多，就係Malaysia 嘛。但是一部成日 take initiative 咯，有位 friend 嘅人咧，佢就講咧，位 friend 就嚟講，你人成日嚟教人嘅，朋友嘅，只嚟嘅咯。我諗問去只講嚟去 dating 啦，成個人去行，我一支槍碎了 in the 30。哦，哇哦！講嚟成個外婆姐啦，坐起係Valentine's Day。咧，冇喎。係咪啊？你當然 hindsight 看到對話啊啥，哎呀，就 clear 就 obvious 咯。我感覺 at that time 冇啱咯，我感覺。咁我after like 2年我愛解 break up，呢度買 break up，有時阿妹也是3 years plus 時。一個嚟 realize 講成日我諗唔咁，然後 after that 係 break up，有陣時阿妹先冇 break up。你下邊聽講 break up 時安怎就是提起？係咪意思？就是講起，就是叫就是被
為你頭你被半性嘛？你一買嘛？你按照佢講我唔知，頭知道時。啊，再嚟講。你是想講我是講誒 something 未好寫啦。Like 成日變咁啦，like you know 冇 get along 啦，會咪叫成個 like argue 啦，跟住冇是 argue about argue about 係咩 ？like 冇夫啦，所以我未記。我 outlook in life 啦，啲 values 啊，我係咪想咯？就係講，我 understand no like let's say 啦，not 面是只啦，我是講 like for example 啦，面是我係 life 啦，我是講 like 我是屬家愛 family 佢就愛大厝嘅咧，แล้ว對 boyfriend 屬家愛去行嘅，但係是唔啱嘅話，for example 啦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我 like personality 我唔想，แล้ว我愛去 hang out กับ friend 嘅，又我愛插嘅。You know, like 伊無愛去載，伊無愛去辦，無 like care 啦 ，I guess。แล้ว OK， 所以我頭甲 Bruce 行時候，我即係 interest 我冇想嘅上個我就 outgoing 一隻 private 嘅，我就 social， 我就出去就 public 啦。咧伊只 private 嘅，伊成個無咪，伊大家較濟是到處，所我頭嘅時，我 feel 到講，咦唔知我安尼無識，唔知會得閒咯啦。But one thing 一部好嘅就是我人對 each other one communication 就好咯，所以對 each other 成個講我有一當嘅事啦。我但係估啊，所以就講我頂到我是幾年，即係頭嘅是頭幾年時，伊成日講伊要講，because 我做這節物件，小寶實做工啦，頭第二年，我頭一年第時是 long distance，然後往一禮拜有見一道，往時2禮拜、3禮拜見一道。然後往做阮伊搬起來是，because 伊大4點鐘啊，伊坐電話車4點鐘計到位。所以伊就試伊講遐時，還是較 committed 咧啦時，然後我搬入做一大時，伊搬起來真大時，然後我就係 conflict 就是成日講，我做我家己物件，我就 independent 做我家己物件，然後我是做只 activity， 就做當做細後，我就對嚟看到伊邊那個5 minutes 後就去困啦，可能，然後我還是唔知嘛，我無去想，安尼款物件，然後伊較大漢物，開始大8歲。OK。所以伊甲我講，你阿三人成個 roommate 安尼款呀，唔是嚇。然後時我嚇死起，我個想到講，哎呦，我無想到你看你物件咯，咋？你別曉嘛？我無想講成 consider 啦。然後 actually between the two 我甲伊來講，係伊是較 considerate 嘅，伊較少我嘅人。當然無想啦，頂到時。然後變做我未曉咯啲物件，然後國家伊甲我講起咧，我梗係想到，所以嚇死起我就 feel the relationship 嚇，特別是你特別有啥 back and forth 特別會 negotiate 你嘅 terms 就冇本嘅 ，because 我 naturally 我未曉，特別我係 train to 成個講 ，even until today 嚇，有啲物件我做嘅時，我 make sure 我係即係 ADD 嘅頭腦嚇。是 always 去做，然後冇插意咋。特別當今我係 once 我 caught 我自己，啲做曬時，我就會 pause，俾佢嚟 attention 轉到對學伊。even until today 20幾年啊，我先做緊 effort 個。But 我答啦，嘅答啦，我是自己想。係呐，冇要緊咧是多人愛做，你知哦。冇人愛做嘅時就是坎坷啦，所以成個人講relationship 是一個 like marriage 是真係 hard work actually it shouldn't be hard work 嘅啦。你要白白嚟愛 give and take。對。Actually 係伊唔是成個，你冇 feel 到真大 sacrifice because 我是個特別是講呢，你嘅 compromise 係較要緊過
你嘅 relation，I mean 你 compromise，你感覺冇效過，較濟啊，安怎講啊？你為你會 compromise，或你會 relationship，但是你 relationship 嘅 priority 較高 ，compromise 冇辦問題。但是講你 compromise，你成日抬頭，你看條你 relationship 冇，要見到面是差唔多到 the end of the relationship。係啦，然後 OK 啦。Maybe like 真多行路無蝦米想只個路個旅行真係我諗真係物件冇想。特別是講特行冇想嘅是真正幸福咯。我感覺客戶或者係你第一叫 boyfriend 嘅時，真正 incompatible 啦。看嘢只行嘅啱咧，處理嘅咧冇啱嘅，所以真正幸福嘅，你成拉沙來你啲嘢了只 heavy 嘅嗰種，你就正了物件只重。喂，啱啱教我嚇。真正濟物件無相，特別 one thing 上相就是咩？我人愛嘅 relationship 相。That's why 我人會驚，因為我真濟物件無相 ，physically 無啦有 mindset 有你想講有你成有物件，是唔是講講了無相？特別我 feel 到成日講 X 較無要緊物件，較 superficial 物件。我嘅 style，我嘅taste，我係咪講真無相嘅啫？我人。But 我人愛唔嘅，要緊唔嘅是我人愛 relationship 唔嘅正常，所以我人 feel 到安怎？有啲人想 ，OK， 成講你拍你一個人，有啲尤其是講做一隻久嘅人，你會成日 feel 到講就想困起啊，就困起，多謝。我嗰時候我唔試下啦，奇怪。是唔是？我知，誒，咁多人係咪 mute 掉？毛毛菇啊，咁啊隻小無困。是唔是毛毛菇？哦 ，maybe 是。Sorry 啦，我就接邊啊。誒，是隻小困起啊。無困啦。聽落 experience 嘛。嚇，然後我講嘅是我講咩啊？我講咩啊？如果冇，你只濟物件無相，但 superficial 真正淺嘅物件。superficial 只濟物件無相。OK，yes。So 我人嚇對 each other 搞個動機嘛，其實就話already 做咗21年啊。哇！我人只淡薄嘅物件，成日但你把你個 message 話呢，伊成日 everyday 就要有嘣 send 就因為我代冇掂嘛，伊直接佢就到伊 send 伊就 heart 和 why kiss 上去，成日只細項物件 express 你嘅 love 和個你 tenderness 啊，我人內人們就係咁，我 feel 內人 feel 到 important at the same time 我內人們會做， so 我 feel 到你看細項物件 sometimes 會做我會 build up 嘅我 feel 到，成日我以後我知咯，所以我成日無基本好，我無講成日哎呦我笑伊啊，你看我無講呢。Because it constantly 有啲 message 話，你有冇看到時我有閃個爽啫，20幾年啊就，往時成日講，往時講，你成日我能 never leave the house without saying I love you 嘅咋，所以往 part 係特別講 I love you，特別 kiss each other，所以喺呢面嘅是對往隻有緊嘅物件，有人有嚟夾波，有嚟說即係冇有緊嘅嘛，我哋謝你啊，係特別 until today 啊。until today 啊，成日我滑車，往時滑車嚇，我全手去動伊卡啫嚇，伊度 Russell 就真 sweet，你看，即細物件啦。講成阿女只細樣嘢啦，只細樣嚇。係啊。Copycat。係咪？是講我直接講 copycat。咩㗎？係咪咩㗎？繼續。冇講。係，肯定我俾你講 copycat 嚇。冇啦，我是感覺講白類 relationship 啊，白類人成個樣 OK 樣被行隻 relationship， but 樣個感覺講樣被家己啊，就是來說 be yourself 啊，就是講一個被做到自己，然後一個被係你 relationship，so that 真係就是講樣行 relationship， 樣 feel 就講，哎呦，我唔是變我家己去了，嚇，然後樣就 break up，然後，但對我來講是我感覺講。你愛行一個 relationship， 你無可能你做到對家己嘅嘛，對無？你特別是咪想講你 compromise 了，你想講你特別想講去考慮 partner， 想講都是要找到佢哋 point 咯，佢哋 style of the
long 嘅 relationship 我 feel 到我自己只 lucky，然後我感覺就是complex 嘅物件，即係看過除咗 compatible 嘅 partner 就 feel 到啦。你個被 on top of that，你個被 attracted to 伊喎，你被成講哦好到 A 啊咋，你個被 attracted to 伊 ，and then on top of that，你個被成個 compatible，咧即係 complicated my relationship，但係我只驚，我有時講哎呦死我只歡喜咁我免去拍拖呢隻你我 feel 到我只差咯，你可能物件。我下久嘅時候我 after break up 啦，我 boyfriend 我家驚啦，我嚟哎呦死啊！我特掉先地夠嘢。Hello，你請啊你？安那歹勢袂記起啊？做咩？我是豆沙包。大粒包。豆沙包。我自己好食。豆沙包。快試試啊啦！試試咩？在咪數你邊位款？快試試。豆沙包咪是豆沙餅，我啲時候咧豆沙餅。阿 John 佢啲叫我大粒包嘅，咁我哪裡嚟？大粒包，你頭唔是大粒包嘅咩？我啦豆沙包嘅啦。你成日我叫鹹水啲，我叫你大粒包啊。我叫鹹水，我叫你幫鹹啲叫鹹水啲啦嘛。有迄個蘑菇啊，蘑菇有啲哦，有啲啊，有啲啊。有啲。哇！蘑菇。哇！蘑菇唔是菇。蘑菇嚇。蘑菇。哦，攞咪攞 commit topic 半少。半少 ability 嘛嗬，半少。半超啊！超嗬。split，OK。你把半句啊？你把半句啊？嚇？你把半超句啊？係啊，半超句啦。嚟講話，你頭先半是你自己你撇人還是人撇你？等我撇人。嚇，嚟講下兩隻撇，你 method 兩隻樣。唔是講撇啦，等我頭一個 relationship 我只細漢，我咧特別 younger than 我，唔是個特別 younger than 我，特別結果話咯，我昂 younger than 我阿媽。誒，之前我介紹你就之前播緊啲是到加拿大。嗨。แล้ว之前是到啲 Australia 呀？Brisbane。有機會來對唔？看咩 bus 哇？OK。我真會啦。你計。我驚吧你啊，只會呢？誒，你捌拄過？我見到睇你2-3回，你來過考試圖點辦？你捌拄過即即住一輩。你朋友啦 ，David 啦。捌拄過一輩。都一道食 breakfast。哦。攏上位咪啊？都會嘅個，你大上位哦？我一大 north， 我大 south。哦，about 到會？That's about 即冇會啦，about 1點鐘45 minutes 咁樣款啦。OK，嚟講了，你按照半超你 method technique 係點樣？Because 我知我 ex-boyfriend 伊是大沙拉瓦嘛，所以會啊，所以咪見到 over the phone 咯，係拜拜咯。你見？唔是驚到正嘅事啦，對你。經 long distance 嘛，只因為硬到喺邊啊，你係死咯。係啦，講下。而嘢就來。你拍拖，你半超過你可能撇過啊？有啊，actually 嗬，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啊，我 ex-boyfriend 喺 Melbourne 嘅，แล้ว嗬，我甲伊快幾年本啊 church friend 嚟啦，細漢個大漢嘅，แล้ว伊白只姑咧，點解到馬來西亞是到白咧呀？church friend 嚟嘛，個了 church 嘛，then after that 冇去找伊咯，then 就感覺到。淡薄先你是看到真 loving 嘅啦，你那對淡薄就怪怪嘅，你看怪怪啊嗬。就當我去找伊時，我看到伊嘅電話，伊查某就講我 I don't want t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you since you girlfriend 了，但係伊個冇 honest 咯。哦，伊冇講啊，伊冇甲你講。係冇甲我講，你都冇面直 call 冇 call 我咯，講冇分割啦，咁好笑啊，就我講嘅。寶貝條 baby 條班機嘅分割啦，咪使啊咪個了。Then after that，
伊查某直直上時間 call 伊你知哦，恁上個是唔知是上隻查某啉酒醉一個坐對厝你知哦。哦。哇，恁就是了得只就是真正無 secure 啊啦。Then after that 有一道嘅是伊對內，了我人就講，無對內 on the phone 就講分手咯。tapi 伊分手啦，伊對內邊咧學 holiday 時，佢甲我出喎，佢見我手實 boyfriend girlfriend 你講得知哦。after that 我嘛 on that time 我問伊咯，你當我是蝦米 back and call 嘅啊？你對內呢，你佢甲我牽手，但係我唔是你 girlfriend 啊。然後John，小金虎 player 啦 player。小金虎拜拜。金虎拜拜嚇，然後你看到了伊，拜拜。到我 go on for a year plus，你看 after that 我 finally realize I think I've been used 啊，可能用啊，伊無熟甲我啦。但係佢安尼款做啊，所以就甲伊 cut 咯 ，totally 甲伊 cut off 咯。你看咯。你伊do how？嚇，佢條有啦，考個新去啊，你伊嘛啊，考個新去。How is sunny John？How is sunny？咩？有見水，有見。我正新去啊，我都會嚟。哇！呢邊都個新去啊咯，然後等我邊個阿妹 thank you 啊，你新啊。即隻小女新去哦，當然。我 break up 個咪攞一個月啦，我係3-4 kilo 嘢啊。哇！你大隻去 gym 嘅數嘛？有咩？哇！去 Jenny Craig 啊，免去啊，你 lose weight 你個了。你 break up 係兩禮拜，你 break up 係我 break up 係一禮拜啊，我淨係冇咩食，淨係食唔落啊。哦，我話生啊，成日我極少冇對隻字。係咯，我冇講喎。depend 啊 ，depend on 人啊。特別好食啊，你食啊個無必 enjoy，特別我直直食嘅。你就伊成個四百食咯咋？我時只四百只是成個你嘅直直煎，特別一部成個就諗嘅呢，直直食呢，話嘛，未 stop。呀 John，即係鹹水啲啊！是有鹹水啲花鹹啲，波鹹啲嗬，依家 familiar 呢？你八億啊？你成咗咗先啊？哦，蝦米年嘅？自康康字是四個500，我是2000，特別我唔是成咗咗時我 CPD， 特別伊比較面色呢，我唔知我都攞過佢伊啊。係咩？600位高啊？你高是蝦米？你高是你 X 啊？跟你嗰時 X 仔，actually 啊，接出去啊，是外國人嘅嚟啊，伊換嘅 friend 是成日換衫咧。哦，你話好long call 喺 Steam 裏邊哈？嚇，得啦，呢個講話啫，講話啊，白坤青係嘛 ？Hello， 誒拍壞，佢見啫，不過。壞嘅拍壞嘅嚇，超你電話拍壞。哦 ，sorry 啊，係咪拍咩？壞啊，壞，好聽壞哦。係咪是壞？跌緊壞啊！你電話咪日跌咯。叫啊，你看叫。哦，你看。哎呀，個肥喎，你話，安怎肥啊？Skype 嘅時。但係還是看到誒，我變咗做歪啊！冇咯，是跌跌咯。係啊，有時。誒，是鬼。做嚟。冇嘛，喂 YouTube 你就咱看 YouTube 時拍壞嘛對。有你當見你見電話跌嘛，所以你看到時看到中一條跌係咯。你拍壞時對看，特別個冇話你 lock 你 mode 咯，你電話 lock 你 portrait mode lock 掉。有啊 ，lock 啊 portrait mode 啊。就是 portrait 是跌啦 ，horizontal 是叫做 landscape 嘛。真，做冇喎，你見啦咪看啦，睇下佢死呢。我看得個碟咪咁冇看到，靚喺度等呢。看到你波係你。哎呀，你冇。哇，蘑菇愛嚟除話，你知我講 August。呀，嚇，耶，點去啊？蘑菇。別使講而家。
哎，拍攝 on air 了喎，on air 了。你計講冇啦，你亂講。冇啦，你落嚟講，你後面把佢係啦，後面你綁掉係你綁掉講。OK continue 半超。嚇，誒，long 個 long X 啊，半年嘛。嚇。每啊，long 個 S 半年 long 個有啥 keep in touch，還是啥拄着邊啊，還是 WhatsApp 啊 Messenger 有啥個有個在講話呢？可能。袂使，我釣過一兩年啊，款 on off 呢款袂使，你愛袂記，你就be totally cut off。Okay. It's a switch, on and off. 袂使 on off 了，我甲你講。I mean 我算我半超啊你 ，I mean 我唔是。冇算。So 我教我頭一個straight 嘅，咪是still friends 個啊。Good friend。特別。你 kiss 你嘅咧？嚇，我聽我看過一道 since 我人讀畢業了，我看過，我甲 Bruce Lee 去頭一道嘅時，我看到伊呢，所以我冇看到伊啊。伊傳播嘛？哦，都是叫傳播。第二間？哦，第二間啊。啊。所以伊傳播都傳硬啊。哈。我 steady。特別。第二間不是 confuse 啦。我還是伊擺嘅 maybe。Actually 我唔知 ，because 伊個把 arrange 嘅伊個教應。哦。伊把 arrange 嘛。Actually 我 feel bad for 伊個 actually。Maybe 冇 out 啊。Maybe 冇 out 咯，我 feel 到唔知要歡喜。Sometimes 我冇句我想到嘅，我 actually 我有一個畫面本嚟伊講 ，you should go find out see how he's doing。我咪成日講啊。成日做伊嘅 life turn upside down in case 我去做。I know，係你叫做激笑。嚇！哇！真係 Korean drama 喂。Korean drama。我 love 一個大肚堆嘅伊 ex boyfriend 啊！你講到哇老嘅 drama 咯。係都佢哋唔係比嘅喎。係茶係開啊！等一人講，兩個人就係講啊，別使講咩。在同裡面吼，我有一個 friend 吼，伊紅是佢教伊咧，伊無是囝老啊，過來，較斷啦，加 sad 啦，because 伊 family 嗰邊係有囝無囝啦嘛。So sometimes 裡面吼，because the family they accept you 吼，it put you in a，然後當嚟嗰because family they accept you as a gay it put you straight so if look commit the first place only they come out and then you hurt more people if you come out later you say okay I divorce you I don't want the family I become gay so look hurt 多幾人佢就講我哋就講正 look commit 正 big sin 啦 which is look but at the first place family 叫 look become straight but you're not straight 你搞嘢你去做嚟誒咪驚到了 and then 你等於呢個係大波特別sometimes 佢 approach 人嗬你 approach 你哋自己嗬你 approach 我見到嗰係啲 family 係翻嚟是特別我捌只一人是唔是只一啦，尤其較老一派老一輩嘅人啦，有冇時候你可能特別讓 sometimes 看伊 decision 安怎咯，特別你本是只 call 咯，當時，所以若是你知道 ，even though 你知道講你害到人，阮可能特別你特別識 everyday 特別 pretend 咯，我 feel 到喲真正，我想起我頂到被 out 嘅時代嘛，你成日 everything every move 是 fake 嘅咋 ？make love 都 fake 嘅。everything 有 make 啦，有睇 make 我哋唔夾，我哋愛 make 都未 make 啊，都夾斷嘅。唔會，sorry Don，也斷嘅嗰啲成驚，切。我一個 friend he approach he probably will come out he husband come out because he's gay and then he 搭嚟搭波鬧啦。佢家係你嘅partner 小爬就。伊嘅嘛咯，一粒伊哦，國師一粒，大波就大波整伊一粒，
把自由票都加上啦，enjoy 加上啦，so and then 就我 confused。basically 伊會給 partner 正業波。Oh my god！ 嚇 Damn 正 asshole。業波，正業波都伊硬不是比較做下面要嚟，you know 嚟，所以一坎坷啦，所以伊波就係講，你上好好咯，你買隻嘅病你已經行㗎安尼久啊，而家個了大漢了，我並非你是 maybe 你是等你 come out but 你會 disclose on parents lifestyle because the parents expect also it is come as a straight family for the sake of family, you know. Convenient. But it's maintain the husband and wife relationship. 講你 selfish 啦，有的人就是幾個 straight 本無上有人，你看有人是 asshole 就是 asshole 無特別幾個 straight 啊。伊做特別有這 that's why 我講做咩事人被against 你LGBTQ 嘅人嚇，買學伊人 live the life that they want to live because eventually they will marry your children。係咯。係咯。Actually 嗬，本手咧嗬，你一定你一陣會甲你 ex 嗬唔講話，but after a while like maybe 10 years 嗬，你嚇成日我 after I think 10幾年可能我有講話都對咯，but OK 咯，成日 just forget about it 嗰啲咯。我本上我 feel 到你在做咩事我甲你查某係我頭晚講嘅，這是 before 你獨立拎嚟，獨立包嚟。獨立拎獨立包，佢有講錯。獨立包係唔是 before 獨立沙咩啊？豆沙包啦 ，before 豆沙包嚟是。佢係nickname 了啊 //// 獨立拎豆沙包。OK continue。แล้วว่ากับอีเนี่ยว่าจะไม่สู้ว่าถ้าสิไป sever ว่าอะไรว่าจะทำไม่有 relationship ไม่กับอีก講話อี就直直背 because ว่าใจจะไม่สู้ว่าไม่是因為ว่าใจ講อี幫唔起所以อี幫唔起啊那是你講ว่าไม่好有 false hope รู้ใจ哦อีไม่來อีจะตายจี我叫咪叫來你處下叫你係咪我直頭逃避掉我教你 roommate 講你買我買你講我困啊แล้วว่าก็มวยอะว่าจะทำไม่กี่ because ว่าพี่เดี๋ยวว่าเนี่ยสิ講ว่าก็หอย想講ก็有機會啦ก็一直嚟อี actually continue to try 前隻股都就แล้ว until I think ว่า畢業過啊個3年過嘅時嚇一個還是一個教員嘅時候差唔多教員時我家己買線條衫，我家己嘅線條衫。Actually 對咯 ，John，你做是對嘅，咪 totally lose touch，because 但當我對個即個 ex-boyfriend 時候，我就是直直甲伊大姊講話，然後對伊大姊講你別，伊講我幫別去，伊講你特別 cut all ties，cut all ties for a while 啦，at least until 你攰。所以我呢看到我硬介意，我硬係咪啦？我是 feel 到冇嚟講，我驚講伊有誤會咯，我驚。哦，就實啦。伊有講咩就實啊？頭嘅事。有。伊嚟除咗是着股啊，都人判佢。聽我讀正做工了，我甲 Bruce 讀正，入面是一個。哪年？哇，一個嚟除咗啊，我撈。不，你是講哪年過話 OK 啦，3年過 OK 啊。我一嚟除咗。一嚟除話就是直正想講不要緊嘛 ，OK。So 我要計講要搬一站嘅 ，because 我自己 discover 我自己啊嘛，我自己知講我自己 OK， 我別我知我自己，還是我就佢哋講啊嘛。Then 我未曉佢講，我未想講sorry 啊，我是 gay，但係我未曉，還是我自己 just try to accept 我自己本來是，所以我自己 issue 本來。Then 我就佢講 OK， 我再講，我冇佢講，係咪事？我是佢講我未，我未驚冇，我佢講我冇 feeling 冇 mutual 啦，佢講。伊講你講特別唔要緊嘅，咱會使做朋友呢咯。
อันนี้可能做朋友，แล้ว我買你成日係咪？แล้ว時候嗱，我自己時候想到我 OK 我未啊，時候就未，我係記係一名個，because 我只 stress，我係人係，我是只 drama free 嘅人㗎咋，我自己冇輸㗎 drama 嘅就係成日成哇係咪唔記得啦？要那簡單那 simple 那好嘅，แล้ว我哋見成講閃騎騎就，睇我冇時間閃騎騎，then 我就講啊 ，OK 我會搬呀。哇！伊亂咯，伊講 OK，你亂啦，你搬佢啊！我去試下你看，然後你講，不是，no drama，呢就是 drama。別使咩人 drama 字嘅，等陣，可唔可以聽毛毛菇嘅故事先？然後伊講我別使咩？OK，伊講我你敢伊是 threaten 我，伊講你敢搬我試下你看，所以伊成日用我，然後我就。OK， 我就驚咯，我家己驚本。頭一道時啊，第二道時，我講，你愛做咩 decision， 你家己做。我 already， 我再講未啊，我未做好你歡喜。你愛做你下面，你愛講愛去死嘅時候，我冇辦法咧，我家己講，所以我嘅走哦。高大。Because 我 feel 到未嘛，我北死咪攞撚就隻死哦。我試過唔是，你家己死都問拖我死啊！我講我唔是拍拖隻股啊。特別伊是講未死，我第二道時我實在，伊未講伊唔是淨係未死，伊是未講係話賣 break up 啊。所以我知。特別我冇驚啦，我冇驚嚇啊！我就是有驚，我 sometimes I feel 到只係你我 experience 我變做我淨係驚講 ，Oh my God！Can you imagine 就是講我硬夾一驚落去，有驚有蝦米效應，有驚咩？你想看落坎坷啦，要佢哋 life 我唔知咯，所以講我唔知講你係你 asshole 嘅 friend 我唔知啦。但我就是講你學我 OK， 當叫我同佢請起來，我有驚有蝦米，我被安怎呀？我變做 believe 我自己 truth 了咋。你個 responsibility 咋？你按照對你寶個你寶講 ，OK， 我俾，所以我唔知咯，我就。寶講，你或者你老講，你先講，理解就對啦。少，即係只 complex 咯，唔通嘢嚟歸關啦，有件事。OK，嗱，我直接講未死落未死嘅人嚟讀毛毛菇講係咯，安怎？我聽毛毛菇嘅。嚇，嚟毛毛菇講數。嚇，嚟。OK， 我頭一擺頭一個13歲，13歲 Form 3嚟，是嘛？13歲 Form 1呀。Form 1啊。Form 1 ，sorry，應該10個歲。10個歲。13歲就8就已經打波了嘅。嚇。แล้ว誒，你未 rotate 啊？你 phone？我實在買。嚟是到你邊啊？我不要緊嘅，伊本是成個 Bruce 喺韓本嘅，伊叫我你去做嘢，你去每日。OK on。แล้ว喺13歲、14歲、8、10個歲就 start 行到這，แล้ว上咯，佢哋打波就是上個阿 John 講嘅咯，佢打波隊伍好成咯，伊上啊，個了嘅騎個了好路，所以咱都有淡薄失落了咯，失落 feeling。OK， แล้ว有呢是 work 喎，有呢是 work 咯。แล้ว到10個歲，係咪嚟？你講係咪 work？就是講喎，伊學我同意喎。哦，安那到底同意咪是笑，還是 confuse stage？呀。OK， แล้ว10個歲就 first try 咯，first try everything 啦 ，chocolate starfish 咁樣食咁樣啦。呀，嚇。哇！你 try 過啊？我哋細漢你唔哇！你十幾歲呢時 ？Oh my god！ 你嘅就數呢咯。講開人食條 chocolate starfish 起啦。等陣，幾歲？啷上去啊？等啊？上會上班上 prefect 上 E-Rugby 上 class 上subject 㗎了。依人鬥會 hot 咯。even 啊？依 hot 咯。hot man why？伊是 J，OK？ 呀 ，My God！ 我唔是妹女，一件照影啦，我妹女 hot 哦。
一邊。hot。要我愛看喎，如果小英我愛看。都一個 part of the 小英啊 John，都一個 part of the body 啊 hot。我邊。哎呀，即見照小英，只是見照班咧，借 internet。OK，咪咁啦。係啊。咱莫驚咯 ，OK，form 3、form 4、form 5考冊了，咱莫出外部讀冊啊咯，伊本對我去外部讀冊，話咧莫感覺到歡喜咯，哎呦 ，finally 會白白大到這，所以上一間旁經，然後佢在頭一年 diploma 咯，然後第二年，我有一個 friend pass away，嗰陣時，然後是伊個小妹來啊咯，叮，伊就講，捌到一間查某。แล้วอีตัวก็เสียงก็ไอ้กับอีโจ friend แล้วมันก็โอเคแล้วว่าไกเสียงรู้ปัดแล้วว่า friend 係咪ว่า friend 係小妹所以伊當唔知有擦出火花都知哦แล้วว่าผู้สันสิว่าก็โดนไม้咗ก็不要緊咯อันนี้เพราะนั่นคือว่าเราก็แบบคุณแบบตัวกันแล้วก็มาแล้วตั้งเขาจะได้กูเอสิว่าเบกี้係咪กูแล้วอีตัวก็ว่า講ว่า是唔是幾嚟的แล้ว我講重點是安怎？我重點我愛甲先查某多一個。然後我講哈，安尼一年喎，唔是兩個月、3個月，一年兩年，安尼一年哦。然後這是蝦米事嚟？我無明白了。嗱，咁我講到對人講死咯，有影是想愛去死咯。係啦，我明白。我誒查某我同你講嘛，甲3個月，然後2個月我個到啲馬來西亞，所以係你想 dramatic 啊啦，一個月啲。無想，攞曬你是無想啦。我安尼一年物件甲了互伊去了做物件甲了讀冊甲了阮為着伊甲了去做，whatever 甲了互伊為着一句話呢，我是甲查某，我唔是gay。如果等陣想 analyse 下，你諗下，伊是 bisexual 咧，還是伊是 the whole time？ 即像你先想無明話啊，別使講，我未聽到，我就你接嘴。我 on the road 呀。我有個人食糯米嘅。virginity 先至學醫了。好啦，早就學起啦，打 fish 就學起啦。你學了還是10幾歲就學啊？講10個歲就學啊？了怎麼就是我講未必是 bisexual 咯，是 bi 哦。伊無食糯米，或者是因為安尼一年來，伊無看過，無食誒，伊無吹白你查某誒，無路一人誒。係啦，我知。That means 我是 first try 啊，查某伊感覺爽，了伊所變伊唔捌 try 過。OK， 伊唔捌 try 過嗰陣時，伊是感覺到。OK，咱咪講緊係 sex 啊，咱講你係成個 fall in love with 一個人係，你叫我 fall in love with 一個查某，我未รู้ใจ哦。伊 romantically 啦，成個我 fall in love 我就 love somebody 我會，特別我未成個 fall in love with 一個查某就，特別若是講伊有 fall in love with 你，還是伊個你 physical 呢？有 fall in love， 我會在香港肯定有。So 因為that 迄個form 5 form 4 form 5是 of course 有特講講小妹啦，因為伊在白里打波啦，所以我 jealous 啦 ，OK 啦，小妹啦。咧伊講伊過來催我。佢就載我出去硬了，我咪學我走講，咧伊講啦買了，安尼款，伊買半手，哈。Oh, that means maybe 是 bi，maybe 是 bi 啦。冇啊 ，maybe 伊會使用即係阿拉山就講，我去甲巴黎打波，係就你去巴黎打波，都唔知。OK， แล้ว OK， แล้ว講 I see I 話咯 ，OK 啦，有啦，我 stupid 啦，我去念得多啦 ，OK。Oh my god，yes。啦，我呢句話同阿 John 都講嘅啦，阿 Lucy 話啦，我冇執小咯。嚇，我係少咗俾下呀。盡量喝咯，แล้ว OK， แล้ว過後แล้ว我就 kick out 出去咯。แล้ว我冇ทางไกลแปลตัวว่าเดี๋ยวไอชุดขี่แล้วแล้วก็ขี่สวยเจพังเก่งแล้วว่าคือสวยใส่พังเก่งแล้วอีอุจิจิอีเขาได้ช่วยว่าวะ
嚇，佢係找我，一個是愛喎，然後我講未蘭州橋，就低。橋，然後我買嘛，我買。他是就估阿龍啦，他是就估毛毛估。I think 貴了，已經有加一間查某件了。有間查某件啦，你不看？有加一個查某件，這個查某佢拍電話甲我講過，我朋友小妹，伊講一間講你點點啲念掉伊，我無暑假，你講本手會使哦。有時嗰時我係 friend 嘅小妹，然後哇嗰時哇 double strike。你 friend 幾啊？你 friend 乜幾啊？我 friend 是 straight 嚟，你死去了，我搞伊隻 friend 隻好嘅，伊浪車死去，了就是看到我講話，哎呦，我笑去，我唔知安怎做。係你冇乜嘢，係你做乜嘢笑？係你嚇，係你是真笑。係你有影是真笑。你4年，我諗下你讀冊個來10個月，4年喎，5年。more than that，去到 diploma 去到final 了咧 ，final year 了。final 係咪接一回啊？20歲，接一回。接一回啊咯，almost 嚟啊咯。5-6年啊。我 remove 嘛，了 OK 咯，我買咧就殺斷去啦 ，OK 冇。冇嚟除咗是半開落股啦，是。半開甲有3-4季節了。OK。了一個來，了個不要緊。對去檳城，伊再講我對去檳城，伊本對去檳城，你帶我去夜厝，夜帶我去夜厝。伊講我媽愛看路啦。你唔捌拄過媽媽啊？捌甲識甲咪識，了去甲夜厝，甲伊去夜厝 activity 個，了個可以騙嘅一道咯，騙嘅一道。死咯 ！That means it's fine, I'm sure. I mean, let's judge from the very story. 我咁計是幾啊？哦 ，maybe 是擺啊，擺做咩事要俾？我覺得是唔是擺，唔是識，伊是有坑嘅查了。No, I think 是擺啊。I mean, okay. 我咧，我知啦，你嗰時咧有坑得阿人後，that means 特別。that means 是係咪啊啦？你啦，我背，so 你伊是 I think 是 bisexual 啦。I mean bisexual 是 the more 加 complicated 嘅咯 ，because bisexual 真係 non-bin 伊唔是 binary，所以人 straight 嘅人係，人 straight 啦，人 straight or gay 嘅人係，人就人個硬 explain 嘛 ，spectrum 啦，所以伊是有可能伊是lean gay is lean 大波係 bisexual 咯，所以特別伊個because 伊好像自家啲伊就冇伊本嚟嘛，所以伊唔是講成玩做對面，我係 friend 啊，我都想講伊是伊嚟對伊 dramatic gay 嘅嗬，伊當佢咪個 friend 係幾年啊？個有10年啊，10幾年啊，是個一個 friend 10幾年。特別往 all the while 成個我人嘅 subject 我人嘅 topic 嘅啦，是最來乜事嘅，subject 我人規定嘅 friend 係咪學 suddenly 伊個 friend 10幾年啊？OK，我 objection 就講在你講嘅話，然後 OK，我講到點啊？等下有淡薄 story 嘅了，然後啦，我對伊厝咯 ，OK 有 activity 啦，伊馬徛啲近間會看掉 ，Oh my God， 看掉啷做啊？嚇 ！Yeah，Oh my God，that's scary。Yeah，了。哦，你咪錯啫，錯 Q 啊，Q 架了去，了我就半暝我就走人了 ，OK。Oh my God，我最 dramatic 咯，等陣我放嘅 music，見啊鬼個水 music。哎呀，唔對，喂，哇，你冇個女 dramatic 嘅。แล้วโอเค不要緊。ทำให้มา involve แล้ว my god 我驚。我驚咧，我真係太死了，我成個 ostrich and then 看了，我走人了嗬，了 OK 了走了 disappear 了 OK， 到你兩人冇 contact 了就兩人冇 contact 了伊就教人了 ，OK， 伊就start 教人了，我 sister。另外一間查某。哦，麻煩你。OK， 另外一個查某教 N 了，當佢有3個細漢。OK， 講有3個細漢，
即係我有伊 contact number。still and down，你唔佢。OK 啦，同伊困啲頭卡我佢擺起啦 ，OK。喲。冇重要。即是講，你記喺 Facebook 好我看。OK， 你講伊是 bisexual 啦，嚇。OK，仲有你講伊是 bi。But 我佢 before 都解半手了，伊搞 end 了，我有 call 伊，我有 contact 伊。OK， tapi 伊唔愛接我電話咋，伊唔愛對我，伊 totally 伊block 我㗎了，同兼 even Facebook 我佢係除掉伊。伊本唔愛 accept 我個動機喎 ，even 愛50歲啊，可能。所以如果若是講伊是 bisexual，OK， 伊直接會食回頭草嘅嘛？冇本。你是，特別伊唔是女喎，你因為伊誒，成 family 啊，有個人有個大波成個伊驚講伊 family 被 accept 之類嘛，所以伊無變咯，伊就 force 㗎。查某白白咯，但所以可能一家己。我冇咩 feel， 我唔知喎，我個冇。of course， 人係 stupid 誒，係你我冇咧係講係這句冇個制對唔對？就是咱是講笑嘅啦，就是講咩走一下，就是講咩走是做。489。我去。哦，489，拜拜。我諗其實後邊幾點啊？等於6點啊，差唔多。係6點啊。OK， 兩景啊。OK。王寶。OK， 所以唔知咯 ，confuse 所唔知講到底伊是 bi，還是唔是 bi。OK， 我做 another analysis。OK，OK，so bi 嘅意思係咩 ？bi 嘅意思就是講你攞嚟會 attracted 啦，對哦。So 攞會食啦。So that's fine，攞嚟會食，特別就 that's why 我講嘅是攞嚟。伊都唔是 ，unless 你感覺到伊出來人硬硬逼伊會傳播，了伊硬硬傳播。但是講伊個有教你查某嚟講，伊個有 happy sex life 嚟講，但係是 bisexual 咯。咧有啲 bisexual 嘅人 maybe 是伊個 bisexual，but 咧伊個要小隻，你就攞鼻本要隻嘛。所以伊，例如講有傳播咧，伊本硬硬要去吹。嗰邊一大波，還是依家一大波有 relationship，還是有交應該，一般是個口特別去嘅隻一邊看，係就是 bisexual 啦。特別有啲 bisexual 人本會 commit 嘛，你成日講，而且你講你會，但是你 believe in committed relationship，係成日係 monogamy relationship，你咪是講你教你波，還是教你硬講你會 commit 對一個人，你冇插你是大波就波 bisexual，或唔是 bisexual 本好係，gay or straight 嚟講，你本是特別。devoted 一個人嘛，所以伊嚟講咧就話小啦，應該是 bisexual 啦，or 伊是 straight，特別 sometimes 伊是lean 淡薄 slightly bi because 伊個女有感情過嘛，所以有可能女個伊感情是正嘅，伊幫未其實因為女正是有感情，特別伊正是伊較換 straight 嘅 spectrum 咧，有可能啊，但係邊是 bi 啦。我是我感覺你講嘅貴 level 咧。我感覺伊是 bi，but 伊驚講成伊嘅 family，伊大波咧，伊大波咧，伊 family 有可能 traditional 啦，係啦。然後就講伊家雜波。按照講是 family 咧，when 伊媽在看伊個毛毛菇，應該是伊媽在在着誒。條件是 confirm， 伊徛了點解會看？你我都看掉伊，愛 contact 個。哎呦！理由喂。係啦，我梗係驚啦。開啥？and to on 呢 suddenly appear 到你度。誒 ，OK。So OK， 毛毛菇，你嘅 analysis 入面咧，你感覺到安怎一根叫到安怎？你感覺到easy straight。That's why John 伊交動機，我一個 relationship， 伊互我一個 trauma 交動機。OK， 幾年啊？我20年啊。我 when every time 我甲有甲 Alex argument 嘅時，我會 nightmare。哦，你驚講伊去吹雜無？唔是。
我係 nightmare 人嘅，唔是 content Alex 嘅，是 content 伊嘅，到動劍。係啦，我知啊，哦，你是想到伊現在伊到對來，係唔知做咩事會驚？只是講有伊 appeal 咯，啲到咯 ，the moment 伊講我講 I'm not a gay， 我 suka 食波嘅，嚇，但係我喺你物件 appeal 啲我腦會，แล้ว無啦啦點知啲到咯會賣菜話，學我真係 set。Leave me alone，就是嚟講包嚇，安尼款嘅會。所以你 feel 你是 straight 呢？有可能是 straight 本來 actually。那是 straight OK 啦，咱講啦，同見咱幾歲了 ，right？特別有 family 喎，伊驚講 family。無，我有甲伊講 in message， 我 text 伊嘅時，我有甲伊講，我講出來飲茶呢，無蝦米物件了，我不到呢，伊家己先有使嘛。哦，這是 maybe 伊家己先有使掉，伊嘅 problem 唔是驚講咩，伊 problem 是驚我你破坑，甲伊嘅冇講，伊驚住講，定知唔知？定到伊隻喂 chocolate starfish 啦，係驚你兩個講。驚被 control 啦，驚被 control。以下被 control。Yeah, but that's why. 特別伊被 control 是被 control， 伊也是被 control 別人本，就是講伊是愛別人嚟講凊彩打波，咱嘛唔知對唔對？伊個邊出不打波嘛，咱嘛唔知對。啊，唔知阮啦。哦，所以我成日去找一個 treasures， 安尼看，我愛去找一粒藥，我找袂到，我去看老君講，我直愛去找到對伊。所以我找對伊是唔是別項物件？我是愛 maybe 記伊一邊。介紹下一個客 closure 啦，你俾我教你俾一粒鵝翅點咪？有人鵝翅，特別鵝翅較貴啊，俾白你。有人，俾你送榴蓮嚟啊！所就是安尼款咯。特別有人啊，伊無唔是講伊是 gay 嘅。But he suka tio somebody because he suka hal lang. Ini si suka kong isi tapo, betul? Tapi orang lang one suka. Lu mai cakap why chocolate starfish. Isi. Bola. At first, ilang bo means gay orientation ya. Ino date tapo. Itu tio somebody tapo. Really suka. Tapi that's why orang叫 fluid orang，特別是 gender，fluid 是 gender 嘛 ，gender 就是講伊無 feel 到伊是查甫還是查某，特別即個你想講會suka掉啦，特別 sometimes 人嚇，但係就係人可能本是人會幫人到啲伊個 box 上面啊。冇呢cut啊。嚇，你冇呢 clear 啦，嚇，然後毛毛菇伊做到路上到路是伊是就係上到路啊。了，做咩事個會再講伊是唔是 gay 還是 straight？做咩事你有事啊？我厝一間啦。哦，冇啦，那是伊無猜，你無唔是伊啦，伊無插啦。你家己要去吹，你做咩事要有 closure？我去吹伊，唔是愛再講伊是還是唔是 ？No， 你要是點料咧？我只是愛解記一個邊呀，安尼講呀。你有機會過，你免驚有可能有機會過，伊驚大漢了有可能攏有機會過。無機會，因為我甲當今我有 message 伊，甲咧伊無 reply 我。唔緊啊，你可能是擺你嘅 profile。你是啊，都幾怪怪的要我哋啊。未必我擺伊咧。engage 甲了本有，甲了我本有，伊 company 啲落甲了我本有，我知。但係伊就是無愛出來，安尼款呀。而且但係伊無出來，我就是袂醫好我家己即個病。哦，你做咩事都要需要醫即病咧 ？Because psychiatrist 甲我講，我就係去醫，無我袂 let go。你先冇嚟過㗎？係啦。嚇！這個嚟，你在就說人過身了，你就學 funeral，安尼樣嘢。like relationship 啦，我冚起來就chapter啦。即個鎖匙，你都是去看到伊開一個 lock 呢就好了嘅。我看兩個 doctor 不是香港。我感覺 like actually 啊，咱嘅 Malaysian 啊，society value 是真係 conservative 咯。了我感覺
有的人是 gay，特別伊嘅 family pressure 是真正關 ，because if like especially 等人打波啊，打波對啊，伊個人一個囝呢，特別傳波啊，冇成囝就好啊。啊無安尼真正 pressure 嘅。而且我頭是 before come out 時，我就見本嚟我係高嘅，我攞人我攞嚟大學生嘛，แล้ว我係大姊啦，แล้ว大學生我係高層我攞人冇事嘅咋，所以我人好嘅就係 parents 佢就係 cool 喎。我 parents 入面伊冇插人講，我講冇插，伊講我有幾時我係驚嘅件話，應該冇插人講咁樣，所以人就係 cool 啦，唔是特特來 family 唔是安尼。是哦。對哦對哦。是咯，阿種我感覺到你 parents 就 cool。嚇，就我 feel 就 lucky 咯，但伊人講我人 cool，唔是講我人伊講我做咩事唔係 cool，我做嘅物件是為咗我驚笑嘅物件，所以伊人冇 selfish 啦。即係人後，即係 parents 是伊想讓家己 expectation 啊 broken 咧後，讓硬嘅俾嘢驚做讓愛物件。然後我嘅 parents 是，係真係未接受啊。嚇，我嘅 parents 是。阿 John。嚇。歹勢，你講先啦，我講。哦嚇，無安尼睇到，我是我 parents 是講伊若是講我人歡喜來講嘅話，伊人嘛是歡喜。伊講若是做咩事要硬硬逼你做，我人愛物件，你無歡喜，我人安怎歡喜啊？是講。哇 good！你知我有一個 friend 啊，我讀 master 到這邊嘅時，我捌到一個 China 嘅 friend 咋。then 我捌到無幾 hours，then 就甲我講伊規個 life story 你知，伊講我真正亂入面。我講啥物事，我會 help 你喎。我 try 啦，我 try。你講我對 China，我是 lesbian 嚟，特別我 parents 未接受，我唔知安怎甲伊人講。然後若是我甲伊人講，伊人會 disown 我。因為我講，我唔捌見過。我講你若是愛行這條路咧，你就知你應該過啥物物件啦。then 啊無就是你閣再 recheck 你家己咯。then 你看你會 fall back to being straight， 還是 wanting 人愛你 being straight 啦 ，you know。then 我講你就be prepared。then 我講你甲我講啥物你知？伊講我 plan 吼，我捌着這查甫 from Perth， 伊本是伊是 gay 嚟，所以伊本伊嘅 family 本是 China 嘅，本是愛伊交因一個查甫，所以伊講我人攞叫合作 come into agreement， 講我人白白交因，白白生攞三個囝。Then after that 佢嚟 split 到家己 lover 就我講 Oh my God， 我愛做幾年？冇，中國，佢都係對見啦。伊小誒，你我甲伊講，我甲伊講，你需要去 hurt 人，你巴肚去 hurt 你驚，去 hurt 家己，做甲哩哩囉囉誒物件 ，just to get visa。Then 了你 partner 會等你咩？我講。You know， 然後 after 你做緊了這個物件，你就要甲人生囝，甲人困係咪個了？然後我講你 family back home， 冇啦，伊人冇甲人困嘅，免困嘅啊，用你伊講佢哋愛生兩三個囝，互伊 parents 看用IVF 啊，你免解，你免 have sex 嘅 ，it's just like 你去夾你。我知，特別伊互我嘅 concept 是唔是 IVF 嘅款啊？他扮嘢啦，伊用度。Oh my God，有 syringe 啊，成日叫 syringe 啦嚇，特別 best，你唔捌聽過？阿邦，嚇，係啊，放咁樣先啦。然後即係我就甲伊講，你 either 甲你 parents 講honestly。And then they will get angry. 伊人會起哄 ，but then 安怎本伊人袂 disown because 安怎本是 parents 嘛，對哦，爸甲媽嘛。After a while 應該 OK。伊講袂我真驚，講袂，有誒，也 disown 嚇，伊講 disown 誒，after that 吼，伊講安怎我講 sorry 啊，我無過過安尼款誒situation，我會想到 normal 誒人會安怎甲你講啦。But 我袂甲你講 further 啦。After that，伊本無咪催我啊，然後我本甲伊 lose touch 去咯。然後我第二個行誒，上個咯讀 PhD 嘅寫嘅，所以 PhD 嘅囡仔袂解行誒。你望實對一個 PhD 受死㗎啦，人 PhD。啊，伊規日就嘛做 research 嘅，所以我袂打閒，所以該行一年。係咪？做 research 一講，伊直接 focus 就一講啦。
啊，直接做掉 ，because 伊把你得嘢尔嘛，伊个一年个嘛，我唔知什么属嘢呢边，so 你放假了你 time 啲 research，so 未咯，不但是冇啊，直头只有酷咧啦，我本身就咩只 N 啊就冇咧，冇 feeling 冇效咧嘅嚇，然後第三刀嘅本事上，แล้ว我第三刀啦，第三刀我加隻啦，第三刀嘅我成日代播嘅嚟講，可能包嘅。冇嗰啲dramatic嘅喂。只要你識做 Korean drama 喂 ，just script 等佢。冇錯了 ，Korean 有一個 drama 就是有真嘅，安尼款嘅人，真嘅。我可能包，大禮拜去冇上嘅 hotel。Oh my god！等，我係 show 我點正啊 ，so 讓到俾燒掉。Next topic 是叫毛毛菇可能包，咱去講啦，佢嘅 topic 是伊嘅 topic 誒。佢嘅 topic 是毛毛菇嘅告訴嘅了誒。不，這是 end credit。毛毛菇，我把感覺我當然正是5點啦。我今日我朋友請我去做 dinner 啦，我 message 講幾點係 dinner， 講5點。你搞笑。我覺得陣講毛毛菇可能包，毛毛菇，佢知道到底係講毛毛菇可能包嚟喲。OK。啊，是你咪講，你講。你播當 email 咯。播當 email。我未見而家就冇講嘅咯。冇啦，lưu bằng bề cả，佢哋情人。因為啦，Joel 啦。你講。係啦，你 topic 荷蘭包啦。你好，你係講咱就住咁運荷蘭包嘛？咩荷蘭之類㗎，咁荷蘭包。我特別唔係。OK。我特別想我哋可能就我哋咪做之類啊，嗱咁荷蘭包。毛毛菇，我 because 毛毛菇嗰隻一個隻告訴過，伊唔是講荷蘭包告訴我，俾天妹啲 PhD 嘅告訴過。我背我只前面夾乜妹，所以 topic 是毛毛菇啦，毛毛菇，哪個毛毛菇？荷蘭包，唔是大粒包啊，荷蘭包啊。OK， 我要去爭我衫去練啦，歹勢。我冇買物件互伊啊，死啊，知道？安怎下個另外厝，我朋友要買物件互伊，我驚佢若包番椒互伊啊，古來粉。我有古來粉。你去買一支 wine 嘅啦，凊彩。就是當今日叻了1點鐘。Oh my god！OK， 好嚟，今次各位睇睇先，睇6點鐘嗬。半超嘅告訴佢講緊嚟估啊，哎呀毛毛菇嘅告訴就講6點鐘去咯，應該。OK， 我哋特別嘉賓咧就是毛毛菇咯，荷蘭包咯，嗰時佢有走去了嘅試面血。司馬餃係隻叫咩啊？我記起講嘅就係啦，叻咧時候，隻小，別使講毛毛菇，豆沙包加鹹水甜，冇鹹甜，你話人啲個轉，你有燒劍湖燒劍湖走去啊！ OK， 拜拜。OK， 拜拜。See you guys. Oh my god, I'm late. OK， 到底 YouTube 嘅人哈，到底 YouTube 嘅人，讓到位這邊就是頂一禮拜 miss 嘅 episode 到正定，然後這是 subscribe 到正 subscribe，即係手邊嘅 subscribe 啦，後率訂你正咧，我落音嘅時對同啲啦。OK， 拜拜。拜。Oh my god。拜拜。拜，家人，拜拜。毛毛菇，拜拜。拜拜。